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委内瑞拉，聊一聊特朗普1月3号派三角洲部队抓走马杜罗这个事情，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对大家的对世界的认知和看法，对公平正义，对人权主权这些，给网上很多人造成了困惑。尤其是特朗普现在他又要拿下格陵兰岛，所以至少特朗普这个趋势让人感觉深深的担忧，就是让很多人从特朗普派这个 B-52去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到特朗普去抓捕马杜罗，很多人都能接受。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反对的，他们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同时他们也反对特朗普去抓捕马杜罗，认为这都是侵犯主权，都是悍然发动侵略。直到特朗普现在口口声声要拿下格陵兰岛，那就有更多的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侵略、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人再一次去指责特朗普。所以说特朗普这一顿骚操作确实让很多人晕头转向，认为特朗普把这个世界带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我今天在网上看到施国鹏老师他谈论马杜罗被抓这个事件，施国鹏老师他也很困惑。施国鹏的老师他这个立场，他这个观点有很多人恐怕也了解一些。第一个，他是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侵略，是谴责俄罗斯。第二个，施国鹏老师好像他对特朗普是有意见的，不是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这个事情上面，而是说施国鹏老师对特朗普这个所作所为他是相当的不感冒，但是在特朗普抓捕马杜罗这个事情上面，让他也陷入这种两难的境地。实际上施国鹏老师现在的这种叫矛盾，很多挺乌反俄的人都有。那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施国鹏老师他是怎么看待特朗普抓获马杜罗。大家看视频。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两天早上可是不消停啊，2026年一开年就有超级大事儿，对吧？一个朋友发信给我说川普总算干了一件让您满意的事儿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指的应该是美军的这三角洲特种部队把马杜罗夫妇啊，委内瑞拉的总统和总统夫人从床上给逮出来了啊，直接押到美国去受审啊。我给他回复说，我说我不满意。他问为什么啊？我想可能简单的解释解释吧。另外一个朋友跟我发说，美国这次直取100万军中的上将首级啊，3小时活捉马杜罗。虽然这事情大快人心，不过这种到别国领土直接抓走别国领导人的做法，在法律程序上是不是有缺陷？我当时给他回复的就是说，肯定有程序问题啊，但是关键在于国内法与国际法谁大的问题。在这两者严重冲突的时候，国内法优先。马杜罗是靠选举舞弊上台的，反对派可以要求国际干预，而委内瑞拉高层的贩毒的证据也已经很充分了，因此去抓他也不是完全的不可以。那么这个回答是比较草的啊，就是当时即兴的这个回答。我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首先我觉得我们必须得知道，马杜罗政府是非法政府，它不代表委内瑞拉人民。有人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呀？好，我们一起来简单梳理几个关键事实啊。首先从查韦斯开始，查韦斯和马杜罗统治下的委内瑞拉在20多年的时间里边，把这个国家从拉美最富有的国家沦为一个完全破产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降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大批量的人在外逃。有人说这跟他是不是非法政府相关吗？你别忘了，如果是民主选举的政府，那么把老百姓都要饿死的情况下，大家还能发自内心的去支持他，去投他的票，这种概率到底有多大？对吧？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2013年的时候查韦斯病故，他是1999年上台，干这总统一直干到2013年。那么本身在2012年选举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自己是身患绝症，已经是没有办法去医治了，但是还是在努力的去选，最后还是能加引号的选上啊，这个我们就且不质疑他的这个结果吧。当时这个马杜罗是以副总统的身份
在总统病故的时候，他接任代总统，这是合法的，这没有什么问题，对吧？而我们一般的理解，他应该可以干完这个查韦斯的剩余任期吧？美国好像就这样，对吧？但是也不尽然。委内瑞拉的这个国家选举委员会随后就宣布说，在2013年的4月14号要举行总统选举，也就意味着这个查韦斯他选的时候就已经不灵了，他实际上连就职典礼也没有去举行，他根本就没有真正履行过总统的职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重选，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结果4月14号这个选举呢，马杜罗参加竞选，以 50.66% 比 49.07% 的得票率击败了反对派的候选人，他当选了委内瑞拉总统。你记住这个选举的结果，这个数字如果说不是假的，那么也是他的这个差距非常微小，微小到让人产生无限联想的这么一个数字，对吧？但不管怎么样，他在2013年自己当选了委内瑞拉总统但是2014年的时候，民众示威游行要求他下台政府就开枪了。这个案子到现在也没有个说法。2016年的时候，委内瑞拉的经济基本上处于完全崩溃状态，这个此后就越来越厉害。到2018年的时候，委内瑞拉的货币已经贬值到跟废纸一样。据说10万委内瑞拉的货币叫玻利瓦尔嘛，10万玻利瓦尔能买大概不到1个鸡蛋。所以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去维持的地步了。2016到17年，委内瑞拉就爆发了宪法危机，人民组织在一起要罢免马杜罗总统。但是在这个对抗过程当中当时好像梵蒂冈还参与调停这个教皇国呀，因为这个委内瑞拉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整个这朝野各方都是信天主教的，所以教皇在他们这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调停的结果也是失败就这么着坚持到了2018年。2018年又该大选了，马杜罗说我自己获得了 67.84% 的选票。你自己想想看，在2013年他得到的是 50%不到51%，对不对？经过了5年左右的这种非常糟糕的执政，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经济崩溃，人们流离失所，他能够得到 67.84% 的选票，这不是哄鬼呢吗？那反对派不承认呢，结果美国、加拿大、欧盟还有包括中南美洲国家有13个国家都宣布不承认这次大选的结果，也就是不承认马杜罗获得了相应的胜利。可不妨碍他继续当总统因为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管得住他。2018年的5月21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就是那蓬皮奥他说这次选举，就2018年的这委内瑞拉选举，是对宪法秩序的攻击，以及对委内瑞拉民主的传统的这个侮辱。可是没办法，那继续掌控着国家机器。2020年，美国司法部在3月26号的时候，以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等罪名起诉马杜罗，指称其在过去20多年间与一个叫做太阳集团的国际贩毒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是他的背后的老板当时这起诉书里明确写到说是打算用可卡因淹没美国。那么从这一天开始，请你注意马杜罗在美国政府的眼中，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外国国家元首，不是一国之总统，而是一个贩毒集团的一个罪魁祸首，一个通缉犯。就这么着，马杜罗又坚持到2024年在第3次大选他还出来选。到7月29号的时候，他控制的这个选举委员会公布大选结果，说马杜罗以 51% 对 44% 击败了反对派的候选人，再次当选为总统，第3次了。你就看这个结果一出来，那开国际玩笑吗？委内瑞拉有23个州，其中有17个州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他们认为马杜罗在这场选举当中严重舞弊。反对派的领导人说，审查了大约 90% 的选票统计结果之后，发现反对派领导人叫冈萨雷斯获得的选票是60%多，
马杜罗的选票不超过 30%， 但是他宣称自己得到了 51%。那马杜罗手下有军队、警察、监狱这种国家暴力啊，所以开始发射这种催泪瓦斯啊、橡胶子弹，包括这种真正的开枪、逮捕、镇压，导致了一系列侵犯人权的这样的事件啊，好几百人被逮捕，很多人死亡受伤，还有一些儿童也受到打击。所以这个事引发了全世界的众怒，这是2024年的事，也就是说大概1年多以前的事。到了2025年初的时候，他宣誓又就职了这个委内瑞拉总统，继续执掌国家政权啊。当年的8月7号，美国的国务院与司法部把悬赏马杜罗的这个金额呀翻到5000万美元。最早的时候好像是1500万美元，后来翻到2500万美元，现在又翻了一番5000万美元啊。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他在美国人心中就是一个通缉犯。从这些数据表明，马杜罗政府无疑是一个专制、独裁、黑暗的政府，它不能够代表委内瑞拉人民。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得出一个结论，说应该推翻马杜罗，那谁来做？谁有权利这样做？谁有能力这样做？这是个很扎心的问题啊。我们来分析分析啊，那谁应该推翻这个独裁政权呢？那委内瑞拉人民啊，毫无疑问，人民应该用自己的选票来推翻，对吧？不行啊，选票虽然已经说了结果，但是选举委员会控制在他手里啊，他可以造假呀。那人民应该罢工啊、游行啊、示威啊，甚至武装起义啊，这些委内瑞拉人民都在做，但是最终的结果，人民手中是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来对抗这个独裁政府的。所以委内瑞拉人民在目前这个阶段指望不上。第二个，那是国际社会。那国际社会应该可以通过制裁使得独裁政权崩溃，对不对？但现实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崩溃，首先受害的就是老百姓。独裁者因为他掌握着绝对的不可控的权力，他的生活反而不受影响。第三个，我们想联合国。那联合国是否可以废除选举舞弊的这个非法政府呢？那到底是主权大还是人权大呀？这争了很多年了，对不对？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联合国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手段，没有强制力的这个国际规则，基本上就会沦为笑柄。所以联合国也没有什么办法，那就剩大国和强国了。大国和强国有力量把马杜罗给拉下马，但是他们这么拉下来是否符合程序正义？如果说委内瑞拉马杜罗是独裁的，美国就可以推翻他，那美国又点名其他国家了，是吧？我记得好像把哥伦比亚也给点名了，是吧？那如果美国认定你是独裁国家，是不是他就可以派兵把你的总统抓起来？这是一个，对吧？那别的强国呢？别的大国呢？是不是可以有样学样啊？也弄几个不争气的独裁小国出火，对不对？那国际秩序还有边吗？再者说了，如果大国和强国自己是独裁政权，那怎么办？那泽连斯基听说马杜罗被抓，都快乐出声了，是吧？他好像发表了一个演讲，提到说美国知道下一个应该去哪里去抓谁，他指的当然是普京了。可是你琢磨着，美国川的总统能去抓普京吗？能去突袭克里姆林宫吗？那不开国际玩笑呢吗？就算是不是川普了，不是普京了，你让美国直接去抓俄国总统，这事好像也不靠谱。那你这么一看，该管的没力量管，有力量管的又没有符合国际法的授权，那这毛病到底出在哪儿？怎么办？咱们就这么看着委内瑞拉人民饿殍遍野，浮尸百万，最终把马杜罗给熬死吗？不对吧？马杜罗只要掌握了枪杆子，他就可以跟查韦斯一样为人民服务到死啊！就算他死了也没用，还有牛杜罗、驴杜罗呢，代代无穷矣啊！所以我们回来看看美国的选择。美国这么做实际上是用国内法外溢的方式直接抓贩毒组织的头目，而不是去抓外国的国家元首。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解释他就是说给自己听的，自娱自乐，是不是？国内法的强制执行者应该是警察吧？
而执行的范围应该是美国国内，对不对？而这次执行者是美国军队，执行地是委内瑞拉，是另外一个国家，所以你很明显，美国这个解释说不通，那就是一个明显的把国内法置于国际法之上的一个选择。那川普自己更直接宣称，他说他要接管委内瑞拉的管辖权，要为委内瑞拉人民送来一个好政府。结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故意的，这直接漏了，说美国公司将进入委内瑞拉开发石油。那你所作所为在道义上，在价值观方面，你没有体现出任何好的追求，对吧？而且我觉得美国这么做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不足取啊。那这潘多拉的魔盒是什么？当国际秩序、国际规则陷入深深的无力感当中的时候，谁胳膊粗谁有理。这就是强权政治将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人类社会通过了成千上万次的战争，尤其是2次世界大战打出来的这个国际体系，将被强权和暴力所取代。人类社会就会回归到丛林时代去。其实2战以后的雅尔塔体系早已经失效了，俄国入侵乌克兰就是典型的例证。联合国无所作为啊，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斗争当中，联合国的部分机构甚至还扮演了支持恐怖主义的角色。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以联合国为代表的2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必须进行调整。但问题是怎么调？这一问怎么调又含着2重含义。第一，是否打一场第3次世界大战？如果是的话，那俄乌战争再扩大一步就是3战。那如果不是的话，第二，那怎么去制定这个新的国际规范，能够让它更加公平合理，能够体现正义？其实还有个第3点，新的国际规范确立以后，你怎么去加强它的执行力度？这个问题不解决，事情还会回到现在的状态，还是无解。所以各位可能已经听出来了，我对这件事的基本观点就是，我觉得马杜罗是该下台的，被抓活该。但是美国这么做实际上是在玩火，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它的弊端甚至可能超过颠覆这个独裁政权的这个利益所在。最后我再说几句啊，网上对美国的谩骂和攻击啊汹涌澎湃，因为这事儿确实美国也有该骂的地方，对吧？但是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不舒服的现实，现行的国际法则并不是被美国首先破坏的，因为以他主导的这个国际体系，他是占便宜的那个，他是要维护这个体系的。谁先把这个体系给破坏的呢？是一批彻底的失败的流氓国家。那么当这些流氓国家把这个体系用明着暗着的方法给蛀空了，给掏空了的时候，美国的强权甚至是霸权，它只不过是站出来公开承认这个国际体系，这个国际规则无效了。这不能说就算是它的强权或者霸权是对的，但是它表明美国明知这个规则无法执行了，君子干不过流氓了，那他就面临一个选择，他是继续当君子，还是偶尔也当一回流氓。黑吃黑吧，至少还能维护美国的现实的国家利益，对不对？所以您可能会问我说，你说了这么多呢，你到底什么观点啊？你到底支持谁啊？我谁也不支持。我觉得非常明显，这是一场狗咬狗、黑吃黑的一场冲突。当然美国无限强大，能够用2小时20分把马杜罗夫妇从床上给抓出来，这一方面说他强，一方面说他情报工作做得好，另外一方面马杜罗身边一定有内奸，这毫无疑问。咱们不探讨技术细节，但这件事情本身，美国就抓住马杜罗夫妇，颠覆他这个独裁政权啊，应该说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这结果是好的，但程序是严重有问题的。我素来支持程序正义大于结果正义，所以这也可以回答那位第一个问我的朋友说，川普是不是干了让我满意的事儿？我不满意，我没有办法满意，
因为他干的事情非常糟糕啊。但你要问我说怎么干能够比川普干得更好，我也不知道。可能想来想去，只能有一点，就是既然现在的国际秩序或者国际规则无效，那就得想办法怎么让它有效。而在这个重建的过程当中，美国的这种试探、这种出圈，也可能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我只能说我不满意，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一劳永逸的办法。这个大概是要考验全人类的智慧了。说来说去要回答一个问题，程序正义和这个结果怎么看？我们当然要追求这个程序正义，如果程序不正义，那么这个结果值得怀疑。这是我们通常的一个说法，这个我在以前节目里面也多次说过。有的时候你说主权大还是人权大，你看到隔壁邻居家暴，你该不该过去管一下？有人说家暴那是有法律，但是现在两个国家之间它没有法律。石国鹏老师也说联合国它是形同虚设，没啥用，那怎么办？那你得看着隔壁的人被打死吗？是不是这个时候能耐大的邻居，他是不是要上门阻止一下或者干涉一下？那这个是不是干涉了人家内政？所以说人权和主权确实看你怎么看，而且这个又涉及到一个程序正义。如果在委内瑞拉这个事情上面，还有伊朗，你要搞什么程序正义，那基本上是走不通，是个死胡同。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追求程序正义，但是我们也要看结果。这个虽然有点矛盾，能追求程序正义的时候，我们要坚持追求程序正义，哪怕它的代价成本很高。但是明明程序正义走不通，那怎么办？那难道就不作为了吗？那就等着吗？就像石口鹏老师说的一样的，难道就等着委内瑞拉饿殍千里不可收拾的时候，发生惨祸你才去干预吗？发生人道主义危机？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你这一切的程序正义，你这所有的条条框框，你本质上是为人服务的。所以我们要回到一句话，一个根本点，叫以人为本。我们不能被困死在那些繁文缛节里面，我们还是要回到以人为本。如果没有办法追求程序正义，那我们是在以极小的代价下，对社会的破坏降低到最低的情况下，实现一个最好的结果。其实这个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我个人我是非常支持特朗普去抓获马杜罗夫妇，去轰炸伊朗的核设施。虽然他侵犯了主权，这个不得已而为之。虽然特朗普这个说话比较不靠谱，他是满嘴跑火车，但是我们是看他的行动和他的结果。他说什么其实不重要，他一会儿说这个是为了委内瑞拉的石油，一会儿说是委内瑞拉现政权没有问题，是人出了问题，是马杜罗不行，所以我把马杜罗给他抓走，你们剩下的人接着叫马照跑舞照跳。一会儿又说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叫马查多是吧，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女的夺走了他的诺贝尔奖，所以他心怀不满，不让马查多上台等等。在我看来，这都是属于特朗普的他的这种宣传和他的这种叫行为艺术。反正他是口无遮拦，他想怎么说怎么说，还是看他的行动。我倒是觉得特朗普的目前的做法还真挑不出太多毛病。你看，第一个，从他的军事行动来说，没有给委内瑞拉带来什么就是平民百姓伤亡，什么民用设施被摧毁。根据这个委内瑞拉内政部的说法，造成了100多人的死亡，他说其中有平民，但是平民有多少他也没说，这个数字都要打个问号。即便真的造成100人死亡，那你看30多人是古巴人，是雇佣兵，还有俄罗斯人，还有委内瑞拉的那些防空基地被炸，那肯定有军事人员伤亡，很多山猫举什么 S-300铠甲那防空阵地被炸。但是这个代价对委内瑞拉老百姓来说那是最低的。完了之后，你看他让现任的副总统，他实际上就默许或者是已经同意由他继续管理委内瑞拉，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护委内瑞拉的国内政局的稳定。特朗普他表面上反对马查多，实际上是马查多在委内瑞拉恐怕他的支持率不够。如果你强行把他搞上台，那委内瑞拉很有可能陷入军阀混战。美国特朗普他也不愿意派地面部队进去，那样美国又深陷这种泥潭，很有可能搞成俄罗斯那个跟乌克兰战争一样没完没了，甚至打成一个越战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特朗普比较高明的地方，把马杜罗抓走了，剩下的你们接着干。如果你还按马杜罗那个路子干，那你们接着被抓，你们自己搞好。实际上通过各种视频咱们也看到，委内瑞拉老百姓那还是欢欣鼓舞，对吧？不是某些媒体报道的委内瑞拉人愤慨什么痛斥美帝侵略。为什么呢？就在昨天，委内瑞拉的股市暴涨70%，不是涨到，是
整个指数涨了70%，这个是整个资本市场、全球资本市场涨得最好的一个地方。如果按照某些媒体说的，委内瑞拉亡国了，委内瑞拉这个完了，那怎么它股市还涨了70%？到目前为止，委内瑞拉的经济什么都没变，制度也没变，它怎么股市涨70%呢？不就是老百姓未来预期好了，压在委内瑞拉老百姓头上的大山被搬掉了？如果真的跟某些什么环球时报类似的媒体说的，委内瑞拉人这个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成为亡国奴，那怎么股市还暴涨呢？亡国奴的狂欢是吗？委内瑞拉对未来可期，觉得第一个，美帝跟他要做生意了，不再制裁他了。委内瑞拉以前跟着俄罗斯3天饿9顿，现在跟着美国很有可能要迎来大发展，要不然股市不会涨的。这个资本是最敏感的。第二个，委内瑞拉不是一直是国有化吗？它都是国企啊，那现在恐怕面临着马上私有化改革，要改革开放。以前那些半死不活的、亏损严重的国企，对吧？他们垄断了石油，反而还赔钱，基本盘应该是很清楚，应该是深有体会，对不对？其实俄罗斯也一样，这些石油寡头垄断了该国的石油这个行业，结果还亏损严重。委内瑞拉也一样，所以委内瑞拉老百姓有理由相信，新的政府一上来，那这些会得到改变，所以它股市暴涨啊。委内瑞拉人苦马德罗9亿。所以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把马杜罗抓走了，那是功劳一件。卢比奥说，这个很多这个简中自媒体不是说卢比奥已经被认为委内瑞拉总督吗？实际上这都是歪曲。如果真的卢比奥成为委内瑞拉总督，那委内瑞拉老百姓那就更有盼头了，没得吃没得喝就找卢比奥，没钱你美国赶紧援助美元。真要让卢比奥当这个总督，那卢比奥就担起责任了，因为开玩笑是吗？所以说这都是简中自媒体在那儿泼脏水。卢比奥说，他说美国在委内瑞拉有一个3步走的过程，第一步就是稳定该国，我们将获取3000万至5000万桶石油，我们将以市场汇率在市场上出售，我们将控制这笔资金的分配方式。这好多人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以为你看他妈特朗普自己说的，这就是掠夺委内瑞拉的石油，其实不是的。你看卢比奥解释，还特朗普的解释，这很多媒体他只说前半句，我把委内瑞拉石油搞来了，他后面半句他不说，搞来干啥？特朗普说这个我要把在美国市场卖掉，也有可能收除，总之不就得到钱了吗？这个钱特朗普说我来掌控，没毛病。他说他掌控干什么？买美国的生产的商品。卢比奥也是这意思。实际上这3000桶到5000桶万桶石油卖的钱用来稳定委内瑞拉国内局势的，因为石油不能直接吃，石油不能直接用，委内瑞拉老百姓现在就是缺生活物资，那这些恐怕都要由美国准备好，要救济。那特朗普是个商人，他也不愿意做这个赔本的买卖，那他得找钱，从哪儿出钱？好，你委内瑞拉3000万到5000万桶石油，这个石油正好还都是美国不是制裁了吗？那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委内瑞拉的影子舰队不就天天偷运这些石油，往亚洲卖，往哪儿？往古巴卖吗？人家正好把这个石油查封了，这叫取之于委内瑞拉，用之于委内瑞拉。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事？所以你看，昨天这美国人把2艘俄罗斯的影子舰队油轮给扣了，俄罗斯人派什么核潜艇护航、军舰护航都没用，特朗普硬气了一把，对吧？这些都是委内瑞拉被禁运的石油，都是要运到美国去，最后是要换这些人道主义物资的。你看，这是特朗普第二个动作。这个卢比奥说，就是恢复，确保美国、西方及其他国家能够进入委内瑞拉市场。这个话怎么理解？就是委内瑞拉它不是一直反美吗？反美导致西方的资本很难流入委内瑞拉，就很难进入。你一进入，你受到不平等待遇，你干不下去。委内瑞拉的基本盘天天喊着把外资赶走，把美帝西方的资本赶走，这跟某些国家基本盘是一个道理。这个身为某些国家的网民应该感同身受。那委内瑞拉就是这样的。那卢比奥的意思就是，你委内瑞拉要恢复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那美西方的资本还要回来，能够顺利进入委内瑞拉市场。当然了，至于说把俄罗斯资本赶走，这个也可能，因为现在在委内瑞拉开采石油的有很多俄罗斯的企业，但是俄罗斯的石油企业又被制裁了，什么卢克石油公司、俄罗斯什么石油公司，所以说按理来说，他现在在委内瑞拉开采，那都属于受限制，他是被制裁了，他理应滚出去，
是这个逻辑。因为以前是委内瑞拉是反美，他不执行你的这个制裁，不遵守你的制裁，但现在马杜罗已经被搞掉了，那委内瑞拉就要遵守美国这个制裁，就这个意思。所以俄罗斯的石油公司恐怕在委内瑞拉是干不下去了。等到停火以后，签了和平协议以后，解除制裁，那再看。那委内瑞拉第3个阶段将是过渡阶段，怎么理解？实际上就是要准备新的大选，委内瑞拉人民，对吧？重新获得一次机会，委内瑞拉的县政府也获得一次机会。如果你在这过程中干得好，老百姓支持你，那这个代总统说不定就变成正式总统。如果你干得不好，你还是按照马杜罗那一套去干，那你有可能就被选下去了，真正的反对派有可能要上台。所以这叫过渡期，大家都有机会，无论是反对派还是现在的委内瑞拉的执政党都有机会。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卢比奥搞的3步走是非常稳妥的，既没有给委内瑞拉带来动乱，也没有造成什么平民的死亡、人道主义危机，而且代价也最小，美国也没有付出太大代价，不像阿富汗2万亿美金，最后搞出一个什么结果。所以在委内瑞拉这个事情上面，我是非常支持特朗普的，我给特朗普点个赞。你别看他疯疯癫癫的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但是他在委内瑞拉采取的措施，目前看没什么毛病。但是你说未来会不会出岔子，这个咱也不好说。如果美国想在委内瑞拉不出乱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乌克兰和俄罗斯好好的打一战，接着消耗俄罗斯。如果俄乌这儿停火了，普京一旦抽出手出来，他是不可能放过在美国后院放火去撩美国的这种机会的，对吧？他的手一定会伸到中东，继续支持伊朗，再伸到南美支持委内瑞拉，这个没毛病的。所以我认为啊，特朗普如果在俄乌战争上如果对普京纵容绥靖，那么他一定会自食恶果，在伊朗和委内瑞拉再一次上演农夫如蛇的故事。最后石厚鹏老师说，你看如果要去干涉，万一这个干涉的这个大国就是个独裁国家怎么办？确实这就是一个大问题。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2个大国碰撞，看谁的拳头更硬。大国毕竟不多了嘛，所以说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要让俄罗斯陷在这个侵略乌克兰战争这个泥潭里面拔不出来，最后瓦解。没有了俄罗斯，或者俄罗斯变成20个小俄罗斯，那这个世界上问题就简单多了。石厚鹏老师的这个担忧就少了一大半。剩下的一些大国，实际上他在领土上面没有任何扩张的野心，领土这块至少目前还是以做生意贸易为主，本质上跟俄罗斯不一样，也就是说不足为虑，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所以说一旦俄罗斯深陷泥潭，那么其他的大国啊是不可能跟美国发生什么热战，对吧？只有贸易战。贸易战不就是做生意吗？你多赚一点，我少赚一点，或者我多赚一点，你少赚一点，实在不行，那我们俩不做生意。贸易战毕竟是纸面上合同上的博弈，要文明得多。这是我对这个特朗普抓捕马杜罗的一个看法。归根结底还是以人为本。如果我们死守着那条条框框，最后人都死光了，那你那条条框框有什么意思？为小猫小狗制定的是吗？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